耶稣，做回来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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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做回来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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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伊是大君王，伊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加增生命忧伤，予咱喜乐平安。伊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物，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我命。伊是大君王，伊是大君王，赢过黑暗死亡，洁净生命忧伤。予咱喜乐平安，伊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物，除去罪恶捆绑，收拾我心的我命。领耀我主耶稣，你来领耀。领耀我主耶稣，做回来领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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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主耶稣，做回来领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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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咱就一切应该拢归你，咱的上帝。请坐。请咱安静心，求主除去咱心中所有的挂虑，多多专心来敬拜伊，学乐伊。因为上帝是咱得享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咱来唱这首歌，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让我心，当我无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我毋通行落去。主啊，你的话点我心，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我毋无着。举起咱的双手来宣告。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我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
我唔忘行落去。主啊，我要面对你。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为应你的呼召甲听待，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名分享再来唱歌，因为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待，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咱感谢你，互咱会当来倚靠你、敬拜你。即摆因为 COVID-19 搁开始流行，伫咱的生活中，咱常常烦恼、袂平安。求主互咱有智慧来面对这个代志，也求主提醒咱。唔通因为安尼来袂记你主，袂记你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上帝，敬拜上帝。求主，互咱有安静平凡的心，开咱的耳孔来领受圣经的道理。咱将一切拢交托予你，求你来带领。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宣告，咱的一心要跪在咱的主。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待，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会将车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伊对扎西鲁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是埋葬落轮毂。第三日，对世人中各国受体，敢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过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相信，我信邪，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对消灭肉体高压，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来看今仔日的课文第28篇，详细是诗篇118篇。我来刻，会将来引。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有你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愿求你，求你解救我。奉上主的名来的，彼为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咱三个后头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上主，感谢你鼓励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阁有机会通伫遮三甲来聚会。伫即个圣的主日，中秋主日，感谢你临在伫阮的中间。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张记你。来献感恩的祭，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服侍你。愿上帝你欢喜接纳，我也来领受你通过牧师所透放的信息，互阮会当更较有智慧来了解你对阮的旨意，也照安尼来行。主啊，阮伫生活中间常常来得罪你，离开你的道路，搁来拍算你的恩典。求你赦免阮的罪，也教示阮学习来原谅得罪阮的人。今仔日是你所赐的圣的主日，求主你，互阮会当来常常来提起阮家己，也提起阮身边的兄弟姊妹，互阮大家伫有限的生命的中间，会当来看重属天的代志。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气力甲智慧，互大家愿意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呼召。尽心尽力来服侍，使阮信心的脚步来跟对你。因为阮知一切只有我靠你才会当得胜。透过阮的祈祷，主你一定亲心来带领桃园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终集同工，互阮会当来做伙来分享你的听，互阮来三甲做伙来宣扬，来复兴你的福音。主啊，我特别将桃园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赐福，甲你圣神的气力，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主啊，求你互阮每一人知影你阳光的内面，照着你的富足、你的丰富，来束缚阮的需要。主，阮上时我将今仔日礼拜为头到尾，
常时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的灵甲阮甲阮三角之地，求主你的听伫继续伫阮的中间，愿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来看上帝的话，伫约翰福音12章23到28节，奉主的名。耶稣应讲：人子得到阳光的时到啦！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无落伫土堆里来死，就犹原一粒尔定，死就结实多多。听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人若服侍我，就着对我。我所伫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待伊。打我的心大八百，要怎样讲？爸啊，救我出这个时，总是我为着这个时，才到伫这时。爸啊，愿你应显你的名，就对天有讲，有声讲，我已经应显，要搁再应显伊。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今日真欢喜来请到西屯教会张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伊要传讲的信息是落伫土里的一粒麦啊。吴牧师，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因带我来到这个所在，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伫咱早起的礼拜中间，我都已经有用真侪时间来讲起这个西屯教会为什么要建堂。那我想讲，伫咱即个时间，我就莫阁重复伤济。我简单甲咱介绍，西屯教会是伫1974年伫逢甲大学附近所设立的一间教会。当初设立的时阵，就是为着学生的福音事工来设立吼。所以西屯教会甲逢甲大学，阁有附近的一间大学，以前叫做侨光啦吼。还是专科学校，后来变做科技大学。所以西屯教会其实对设立开始，一直到现在，拢是有这学生、大学生的团体，利用教会空间在聚会。48年过去，教会是徛起伫一个巷仔内底，因为逢甲迄个所在有真闹热的夜市。夜市多，人就多，教会伫巷仔内底无停车的空间，阁有就是真嘈杂，行四边的隔壁，可能大家彼此会互相影响，所以48年过去，每一冬拢有咧想讲，要将教会对原本的所在刷出去，其实我简单甲咱大家说明。逢甲迄个所在，毋是干那长老教会，毋是干那西屯教会尔，有真侪教派拢伫遐，文路会、聚会所、朝会，这个教会嘛拢有组织伫逢甲的地区伫遐咧做学生的工作。西屯教会毋是上接近逢甲大学的一间教会。上界接近逢甲大学大门的，其实是聚会所。聚会所的教会，因其实非常接近旧的这个逢甲大学的大门。因的土地可能比西屯教会大几啊倍，因甚至有学生宿舍。对伫逢甲大学咧读册遐的学生。非常方便，总是现在你去逢甲大学遐看，
聚会所教会走去倒，搬走啊！洪家迄个所在是寸土寸金的土地，聚会所的教派基督徒，因竟然甘愿放杀伫洪家地区因的财产，刷去北平，为什么？足简单的原因，因为夜市人多，对来教会聚会兄弟真无利便。非常不方便，所以我相信，当初时开拓西顿教会第一任的牧师是李明义牧师。我唔知影是安怎，伊有迄种的感动。我去追查教会历史的记录的时阵，阮的长老、资深的长老有甲我讲一句话，讲刘牧师。李明义第一任的牧师，李明义牧师，迄当时开拓西顿教会伫这个所在的时阵，都已经有交代，这个所在不过是暂时，将来一定要刷出去。用阮现在眼光来看，李明义牧师当初时48当前所讲的迄句话，阮真正感觉着惊。谁啊？伊有迄款的眼光，谁啊？伊有迄款的感动，讲啊，这个所在不过是暂时，将来一定要刷出去。用即摆来看，李明义牧师所讲的话非常对。你看，连遐尼大的聚会所，信徒人数比西顿教会坐敢若山咧，搁较济的教会，因都刷走，更何况是咱长老教会、西顿教会。所以48当过去，教会一直想要刷，总是真困难。困难原因真简单，就是信徒奉献建堂的基金永远对袂着台中土地起价速度。这我都唔免加讲啊。咱兄这点伫桃园这所在，应该嘛足清楚。土地是一定起袂落，厝会落，厝价会落。经济的情形无共款的时阵，厝价会落，毋过呢，土地永远袂落。这就是西顿教会伫过去48当来，虽然一直想要找机会刷离开原本的所在，总是无法度。感谢上帝，伫阮看做无可能的时阵，伫阮强强要放杀这个5万的时阵，2019年，阮伫现在经贸园区，就是水南迄个所在，找到一笔土地，买了一笔土地，拢总104平，总是为了买土地的这个费用，拢总将近6000万，因为一平56.4万，104平，差不多将近6000万。阮今仔买土地，就已经甲合作社、新楼合作社借钱，所以已经无钱啊。要搁起礼拜堂，敢若会当起上介简单的外壳，敢若外壳尔，内装设备完全拢无。请厂商来估价要2200万，土地6000万，加上2019年，请厂商来估价，拢总要2200万，安尼加起来8200万。扣掉阮信徒累积每一档的建堂的基金，扣掉了后，阮阁需要对外面募款6000万。为什么要买到这么贵的土地伫迄个所在？因为阮总是袂当黑白去找土地来起礼拜堂。确实有台中有其他的土地比阮现在土地较俗，总是无适当。因为西顿教会是一间用起造、开拓、传扬基督福音，伫校园、伫学生。校园中间的教会，所以阮5万将来所起造的新的礼拜堂，
嘛甲学生事工有关系，所以阮只好所找新的礼拜堂的地点，袂当离开大学伤远。即马2019年，阮买着土地，就是非常接近两间的大学。除了原本的逢甲大学以外，逢甲大学将来新的校门会往对阮新的礼拜堂遐，啊，搁有就是新设立的中国医药学院，因的这个行政大楼新的校区，因嘛刷来到迄个所在。伫去年的时阵，就已经有学生教职员开始伫遐上班上课，所以阮看这个所在是上帝所赏赐予阮的迦南美地，互阮会当继续来伫大专校园的中间传扬基督的福音。这就是阮将来要起造教会礼拜堂的模型。啊，阮将主礼拜堂放伫下面。放伫下面的原因，是因为地面上会当起的空间有限，所以只好乌对托卡落去，安尼才会当互这个聚会人数较上济。上济是偌济？敢若200人。我教会兄弟听着敢若200人，心内足烦恼。咧问我讲，牧师啊，开遐济钱，起新礼拜堂起来，敢若200人，安尼敢有够？坦白讲，我甲因讲，三顿教会伫将来，就算讲是新礼拜堂起来了后，咱毋免期待要成做一间足大间的教会，无法度，因为空间都遐尼细。总是三顿教会会当合适来做一间伟大教会。安怎伟大？咱若看咱手中周报这所业的资料内底，有真简单的介绍西顿教会过去以及现在建堂的历史。其中有一句话写讲，西顿教会伫这48年来，因为接待出外的学生、逢甲、教工、中青团契学生伫教会来聚会，这48冬过去，才会受到教会关心的大学生毕业了后，竟然有25名，因愿意献身来成做上帝国的工人。我毋知台湾还佫有啥物款的教会会当参像西顿教会安尼，伫这48年来，通过关心学生的事工，为上帝国培养25名的工人。所以我甲我的同工兄弟勉励，西顿教会无法度成做一间大型的教会，总是咱会当成做一间伟大的教会。有人佫问我讲，牧师出去建堂，出去为着建堂来募款，真辛苦，对无？无毋对。建堂这个事工，对西顿教会，对一间无差不多30几户的信徒家庭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负担。我这个月，咱4月有几个礼拜？4个礼拜对无？恁要看卖？我这个月爱出去几届？3遍。我敢若留一遍，就是过活节无出去，惊我的教会兄弟做伙，其他拢爱出去南北二路去募款。顶礼拜我是去到一个足吊阮的所在，伫高雄旗山区大拿教会。我嘛捌去过，迄是我头一遍去的，真辛苦，无毋对。总是感谢上帝，互我有真好的同工。去高雄的时阵，是我一个人，无毋对。毋过今仔日来到桃园的时阵，感谢上帝，有阮过去的干事，嘛是咱桃园教会青年出身的青年慧文，
阁有慧文的先生，是阮即卖的执事、狱中执事，陪伴我来到遮，叫我做伙伫遮来大家请安，大家募款。时间的关系，我无要阁加讲，我干那要甲咱大家分享上帝带领，上帝为弱小的族群来开路，是超过咱所想象的。虽然募款真辛苦，总是上帝有差遣天使，伫咱的身躯边，伫阮的身躯边咧斗相共。伫去到无共款的教会，青山的教会、第一便去的教会，甲兄弟聚集的时阵，其实我难免嘛会担当。坦白讲，我毋是一个足开放的人，我的个性有淡薄避暑，嘛毋是遐尼真简单就甲人有法度真相乐的人。总是上帝用我这款含慢的人。当我伫无共款的教会，为了建堂的事工来分享这款的福音时阵，上帝互我看到，咱其实咱所有的信徒，拢是起做伫主耶稣的名来聚会的教会。伫这款建堂事工的分享中间，我感受到的，毋是你阁分讲你是桃园教会，我是西顿教会。毋是安尼，伫我去无共款的教会、无款中间，我感受到上帝互我的感动是，咱白白拢是军队主耶稣的信徒。我简单分享一间教会，我去迄间教会时阵，有一个姊妹，伫礼拜了后，伊来甲我讲。礼拜的时阵，伊已经有奉献啦，为了建堂奉献。毋过迄间教会，甲咱今仔日共款，我嘛有伫迄间教会摆义卖的物件，就参像咱今仔日慧文家狱中执事，伫咱教会大门的外口摆阮为着建堂的事工来义卖的产品。我去一间教会的时阵。有一个姊妹坐电动的轮椅车，咱捌看过迄种轮椅车无？电动的，会当家己操控。伊来交我讲牧师，拄啊吼，你礼拜的时阵，我已经有为着建堂来奉献啦。啊，即马我听了真感动。啊，即马你鼓励讲，恁要为着建堂来义卖。我有想要买，毋过吼，我看看的，我毋知要买啥物。伊毋是一个真好过日子的人，伊行动无方便，总是伊甲我讲牧师，啊，我看看吼，这物件可能我拢无啥需要，啊无安尼，这钱我阁奉献互你。伊惊我拢无熟悉。伊敢若听到讲，西顿教会要建堂，伊讲上帝互伊足大的感动，又认同阮的建堂的这款的理念甲使命，所以欢喜叫阮做伙同工来建堂。这就是上帝为阮来开路，伫我每一遍去到无共款的所在，为着建堂来走众。来分享这个事工的时阵，上帝互我看到一个真无共款上帝国的道路。亲爱兄弟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嘛是受难周的开始。这个节日原本是要纪念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人民欢迎耶稣骑驴仔勇敢入耶路撒冷城的故事。这件代志，伫4本福音书拢有记录。咱会当对马太、马可、甲路加福音书的作者，对这件
事的报告来知影，耶稣入城以后，伫短短一礼拜的时间中，因为清起圣殿的代志，伊甲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发生真严重的冲突，引起这个倚靠圣殿利益来生存的宗教领袖非常不满。耶稣清起圣殿的故事，我相信咱大家拢最清楚，是毋是？耶稣安怎清起圣殿？伊入去圣殿了安怎？兵役兵道对无？其实毋是干那兵役兵道尔。你若看约翰福音书，耶稣搁安怎摕扫啊做啥？做鞭，摕扫啊做鞭要创啥？去讲述，将遐伫圣殿咧买卖人，甲因赶出去。所以咱咧讲耶稣是和平的人君，到底这个和平是啥物？耶稣敢是绝对100%无使用武力的和平主义者？敢是？恁想看卖？这款的代志，摕扫啊做鞭来赶走遐伫圣殿内面做买卖人，做鞭来拍人，这敢毋是暴力？所以耶稣是100%主张无用武力、无使用武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者吗？我认为毋是。毋过，咱嘛毋通袂记哩。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受掠的时阵，伊的学生有一个人摕刀将大祭司的耳仔写一边落来。你敢知迄学生啥物人？你读3本福音书拢无甲你讲，毋过你读到第4本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的时阵，甲你讲，迄个人是啥物人？是彼得。彼得摕刀将大祭司的罗卜的耳仔甲伊写落来。耶稣讲啥？耶稣讲啥？将刀收起来，因为既若动刀的，拢安那会死伫刀下。所以咱对这个故事，咱搁再发现，耶稣虽然伫清起圣殿的时阵有使用武力，用鞭、用扫做鞭来拍人，总是伫克西马尼园伊受掠的时阵，耶稣敢有主张使用武力，有无？无，因为耶稣伊讲，动刀的拢安那死伫刀下。咱会当用这句话，伫祈祷中，甲上帝讲，特别是对即马俄罗斯咧攻击乌克兰的时阵，咱嘛当用耶稣这句话来安尼祈祷讲，既若动刀的，拢会死伫刀下。耶稣短短入去耶路撒冷圣殿了后一礼拜的时间。因为清起圣殿的代志，惊这宗教领袖发生冲突，最后这宗教领袖借着耶稣学生犹大的出卖，将耶稣抓起来，送到公会审问，佮将这宗教领袖佮将耶稣改送到当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遐受审判，耶稣最后受判死刑，定时价来死。耶稣最后一礼拜，伫耶路撒冷城所拄到的苦难甲死亡，就是咱现在普世基督教会纪念受难周的由来。这周伫西方的教会嘛叫做圣周 （Holy Week）， 神圣的一礼拜。毋过耶稣受难的故事，伫约翰福音书记录中，甲头前3本福音书比较起来较无共款。
约翰强调，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想要除掉耶稣上界主要的原因，无完全是因为耶稣清起圣殿的代志。因想要将耶稣杀死，上主要原因，嘛是因为耶稣惊新约，互已经死去的列撒罗搁活起来。至到济犹太人因为这项新约，离开当时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去军队耶稣。约翰指出，这宗教领袖因为了要对付耶稣，所以计划连迄个已经搁活的列撒罗，也要将伊除掉。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当耶稣入耶路撒冷城了后，众人因为听见耶稣和列撒罗搁活的新约，就拢走出去迎接耶稣。结果遐法利赛人看到这款的情形，就相甲讲：咱真正是无彩工，无惊半项代志。你看，同世间拢去对伊啦，同世间全世界。这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记录耶稣一生传道事工最后一周所要强调的代志，也是初代教会伫耶稣的死搁活就天以后的荣光中，将福音报传到伫巴勒斯坦以外的世界中，因所经验的事实。约翰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伊特别伫这个件代志顶头，照着迄时阵上耶路撒冷敬拜人群中有几纳个希尼利人要求见耶稣的故事。约翰照着这外邦人来见耶稣的故事，来指出耶稣传扬上帝国的真理，已经搬过种族、地理的界限，扩展到伫犹太人以外的世界。遐外邦人、希腊人，伫圣经记录中就是代表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如果连因也拢知影来见耶稣，可见这法利赛人所讲的，同世间的人拢去军队伊啦，这句话是一个确实的代志，毋是福音书的作者家己碰风、凊彩所讲的话。检查约翰对希腊人来见耶稣的代志，伊也感受到耶稣拍拼传扬上帝国的人生，已经来到上界荣光的时刻。所以约翰记录耶稣的话安尼讲：人子得到荣光的时到啦。伫遮咱搁一遍看到耶稣用人子这个字来比评家己传扬上帝国的意义。其实上界爱用人子这两个字，是倒一本福音书？你敢知？是马可。马可福音书这个作者，以上界爱用人子来称呼耶稣。人子这个字是耶稣上介意用来称呼家己的讲法。在原文的意思中，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是代表耶稣，伊就是人的囝，甲一般咱受创造的人相款，有人性的本质。简单来讲，人子就是人的另外一种讲法。在圣经的记录中，人子这个称呼大声出现在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但以理书的作者用人子这个字来说明，当时犹太人在主前第2世纪受到外邦的君王，就是叙利亚王安提阿哥第4世的信仰压迫。迄时阵，迄个安提阿哥第4世，伊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起笑的王 Epiphanes。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有人改做 Epimanes，
起效的主。Epiphanes 伊原来意思是啥？真神显现，真正的神显现。这个王，伊已经骄傲，自个到一种地步，将家己安那看作是神明，伫人世间的显现。所以伊号家己的外号叫做 Epiphanes。总是伊的手段，统治的手段非常残忍，特别对付犹太人，伊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将这个坚持家己的信仰、对上帝忠心的犹太人，一个一个杀死。所以，万分伊会统治的这犹太人，有人将伊的名 Epiphanes 改做 Epimanes。什么叫做 Epimanes？Epimanes 就是起笑的人啊！伊看家己是真的上帝，显现伫人世间，毋过别人看伊是啥？起笑的人显现伫世间。人主这个字，大声就是伫但以理书遐来使用，来说明当时忠心伫信仰。无愿意屈服伫这个安提阿哥第四世统治的这犹太人，因为着顺服上帝旨意，坚持信仰，甚至愿意放杀性命，总是因为因这款的信心。但以理书的作者认为，因最后会得到上帝拯救、荣光甲权柄，来统治有一天。伫末日的时阵，因会国外，即但以理书所讲的。所以旧约圣经对国外的观念，其实是作晚才开始有的。犹太人一开始的时阵，根本无国外的观念，是一直到伫但以理书的时阵才出现。这为着信仰忠心来死的这人，就是人主。伫将来末日的时阵，要得到上帝拯救，因会搁再活来得到荣光甲权柄，统治世界列邦列国，互万百姓拢服侍伫因的下面。这款的荣光甲权柄，就是犹太人长久以来所仰望的代志，也就是上帝伫末日的时，找遣弥赛亚来拯救犹太人，引导外邦人的统治。起造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帝国，来屈服世界列邦列国的时代。犹太人认为，人主就是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弥赛亚意思是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嘛就是新约圣经所讲的基督。人主。就是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是独独为着拯救犹太人、消灭外邦人的救主。所以，当耶稣讲人主得到荣光的时到啦，我想遐个军队耶稣的人，包含耶稣的12个学生，一定拢非常欢喜。因抓准耶稣伫这个时阵，就要实现古早以来上帝通过先知因所讲的应允，就是迄个。属伫全体犹太人人民所仰望的黄金时代，无拍算，出伫因的意料以外。耶稣接续伫即句话，人主荣光的时了后，土里来死，就有缘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迄个疼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伊。万分家己性命伫这世间呢，的确保伊到永远。人若服侍我，就着对我，我所伫地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当伊。如果犹太人对人主得到荣光的时，这句话看法是上帝要差遣救主弥赛亚来消灭因的对敌。互所有犹太人得到性命拯救的荣光，安尼耶稣伫遮所表明人主的荣光，甲遮一般犹太人心内的想法，敢有共款？
是完全无同款的，真大的差别。事实上，耶稣强调伊所要得到的荣光，是指伊将来要面对十架苦刑来死的荣光。耶稣将家己比拼做但以理书遐个愿意顺服上帝旨意来死的人主。耶稣用安尼来说明，只有奉献家己性命的人，才有法度伫上帝国完全实现的时，来得到性命的荣光。其实耶稣这款的讲法，对表面上来看，这是非常矛盾的代志。亲爱兄弟，请咱做伙来想看卖，为什么疼惜家己的性命，反倒会丧失性命？愿意牺牲家己性命的人，颠倒会保存家己的性命到永远。为什么是安尼？这种的道理，莫讲一般犹太人无法度明白，就算是现代人也无一定有法度了解。那是安尼，耶稣到底真正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啥物？伫遮咱看到，耶稣用自然界现象落伫土里的一粒麦仔来做譬如，来说明生命的道理。我想大家拢知影，一粒麦仔也是一粒种子，若是收藏伫安全的所在，这个种子，伊永远拢无机会会当实现上帝创造的目的，来结出这果子。这款的种子收藏伫安全所在的种子，最后的下场就是渐渐腐败来死去，结束伊伫自然界短短存在的时间。倒边来讲，如果咱将一粒麦仔也是种子，甲伊栽伫土里，虽然同款迄粒种子会拄着腐败来死的命运，总是因为土、日光、雨水的作用，死去的种子伫后来会生长，结出侪果子，用新的生命方式继续原本迄粒种子伫自然界捌存在过的生命。耶稣用自然界的一粒麦仔对生到死，佮对死到生的现象，来说明伊家己以及所有军队伊的人生命存在意义。对耶稣来讲，遐个固守家己的伫世间有限生命的人，就亲像一粒麦仔，无落伫土里，是无论如何拢无愿意牺牲。这款想着要保存家己生命的人，是为了家己的利益，拄着危险就跳走的人，总是上帝想数万美的活命，拢有一定的期限。一粒麦仔有伊的时，若是无结果子，最后就是丧失继续生存伫大自然的机会。其实咱人一生嘛是安尼，总是遐无顾惜家己的性命，愿意放杀性命的人，就亲像耶稣迄款，是为了人生更较大的目标，是为了去做上帝国的理想，来奉献家己有限的一生，互别人的性命来得到丰丰富富的人。这款的人，因要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里，实现上帝创造生命的目的。这款的人，因最后会得到新的活命，也伫上帝国完全实现的时阵，要享受永远的活命。换一句话讲，耶稣强调，伫咱人的一生，有比肉体活命甲死亡更较重要的代志。独到咱家己活伫这个世间，这毋是咱的生命甲生存全部的目的。佮死亡的本身，嘛毋是咱生命全部的结束。反倒，死亡是通往另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咱对这个角度来看，死亡有真深沉的意义。虽然咱的文化真无爱讲起死亡的代志，也真惊吓去拄到甲死亡有关联的事。不过，德国一个哲学家海德格伊强调，
人的一生就是惊死亡的存在。咱对死亡，咱对信仰的角度来看死亡，咱嘛当安尼讲，作为生命是包含死亡。无论咱伫世间活偌久，死亡拢伫头前咧等咱。有人问：如果伫起初上帝创造人的生命时阵，拢无死亡，敢真正足好吗？咱敢捌想过，如果伫这世间真正拢无死亡，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到永远，安尼这款的代志敢好？如果大家拢会当活到永远，安尼最后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这个人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神学家，伊写的大部分的册我拢有。总是伊伫咱华语的世界，敢若翻译两本册，伊的册，头一本叫做《当好人拄着歹代》，这是全球畅销书。另外一本就是伊最后写的，毋是伊最后写啦吼，伊为了约伯记来写的一本注解的册。这个犹太人列比强调，如果真正有一天，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世间活到永远，安尼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会出现。若毋是这个世间人口爆炸，客满了人，就是咱人类放杀生炭后一代，死亡世界客满了人类的状况下面。检测你我，啊，搁咱的后一代，永远拢无出世的机会，是安怎？啊，客满了人啊，迄算是无人想要生炭后一代。加在咱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毋是安尼。虽然咱伫世间的生命有生有死，总是无论是生是死，有上帝创造人。受造人活命更较悬的目的，这个目的对耶稣来讲，就是上帝国的福音。耶稣为着实现上帝国，伊是为了服侍别人的性命来到这个世间。耶稣知影什么时阵为上帝国甲众人来活，总是耶稣嘛知影，伫顺服上帝旨意下面，伊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包含奉献家己的性命，来予上帝国甲众人的性命来得到利益。耶稣毋能安尼做，伊也教示所有军队伊的人，也着爱用这款的牺牲、服侍、奉献来军队伊的脚步。耶稣的一生为了去做上帝国，也为了服侍众人来活。伊最后为了顺服上帝旨意，无顾惜家己的性命。用牺牲的疼甲服侍死伫十字架顶，咱即马现在所看到所有基督徒，就是伫耶稣奉献家己的性命中，咱对耶稣的死来得到活命。虽然耶稣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里来死，不过基督徒的社群因为耶稣的死结出济济的果子。基督教会嘛，因为耶稣的受苦来死，也伫上帝和耶稣国外荣光中，所来伫这个世间，亲爱兄弟，咱伫受难周的节期中，应该纪念耶稣的受苦，好好思考咱每一个人生命存在的目的甲意义。咱的存在。咱的生命的意义是为了服侍别人来活，就亲像耶稣同款的道理。基督教会伫受难周的节期中，咱嘛就应该明白教会存在意义。教会其实无本身存在的意义，无，我认为无。
教会是为了回应耶稣，用伊的生甲死来呼召咱，继续耶稣传扬上帝国福音的使命。如果教会若是失去这款的使命，咱其实就是死亡。检测伫这个过程中，咱伫军队耶稣的过程中，会拄着侪侪苦难甲征战。有时咱未免嘛会参像耶稣相款，必须爱面对生命的软弱甲死亡的忧愁。总是上帝时时甲咱伫地，就参像耶稣伫接近十字架死亡的乌影下面，上帝伫耶稣大忧闷、大逼迫的困求中，甲伊同在。既然安尼，上帝嘛会伫咱为着服侍别人、为着上帝国福音受苦的时阵，来显出伊的荣光，扶持咱、帮助咱。愿咱伫受难周耶稣的纪念中，用这款的信仰反省所起造的生命，来荣光上帝的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享受生命的主，感谢你，感谢你享受阮每一个人活命伫这个世间。无论阮伫世间的日子是长是短，无论阮是毋是有意识到有一天，阮拢要转去到上帝遐。主，恳求你帮助阮，会当对军队耶稣的故事中来知影，伫这个世间所有肉体有限的生命，毋是一切，也阁有社会性的生命、灵性的生命，是阮所追求的。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通过伫世间有限的日子中间，来丰富阮灵性的生命，互阮会当真正跟对主的脚步来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回应，请敬拜团带咱来回应。主啊，我要跟对你。兄弟姊妹，咱做伙伫遮听见上帝的话对咱所讲，咱爱问一句话是：咱所跟对的主是啥物人？伊对我、对咱有啥物意义？这拄拄好是受难周到过活节，咱爱做伙来思想的代志。咱求上帝帮助咱，是就亲像这个法利赛人，就亲像这个宗教领袖所讲。全世界拢对伊，那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确实爱问，请问咱所跟对的主是啥物人？求上帝帮助，互咱搁较挖可伊。是有时阵是咱的软弱，咱的有限，总是咱搁较知影，咱所跟对这位是真正的救主。求上帝帮助，咱做伙起立好不好？咱做伙站起来，咱用这首歌来回应。你的话叫我心，当我无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互我毋好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叫甲听道。这是心路遍历，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起路，将你出去，
我无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在你，将我一生献予你。为因你的步调甲听道，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轮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为因你的好行甲听道，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你带阮跟对你，求主你的听帮助阮，互阮伫软弱的时，互阮伫离开你的时，你引带阮倒转。主，阮也要求上帝帮助，你引带阮伫阮的人生顶头。认捌你了后，愿通跟对你，求上帝使用。有时虽然阮伫这个世间拄着破碎，总是主愿知你帮助阮，互阮虽然受破碎，总是阮也愿意将阮所有的分享出去，帮助阮成做你听的器皿。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奉献，咱请陈英hen技师、李正义技师。
会将车起立。是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实实甲恁讲，即粒马无落地地林来死，就犹原一粒若定，死就结实做做。约翰福音12章24节，请。我实实甲恁讲，即粒马无落地地林来死，就犹原一粒尔尔，死就结实做章24节。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马落地地林来死，就犹原一粒尔尔，死就结实做做。约翰福音12章24节。咱来看周报第一页。澳洲侍奉的人员，请咱家己来看。澳洲是国外节。第二页，周间的聚会，甲服侍的人员。第三页有咱大道的事项，奉献的名册。咱看第四页，消息报告。咱欢迎西屯教会张牧师来到咱本会，来请安报告。那继续来为着西屯教会的建堂的时间来大道奉献。咱礼拜堂外口，咱有咱义卖义卖的物件，请咱家己来宣告。4月15号特别报告，拜五暗时，这礼拜拜五暗时7点30分，伫本会来举行新德中会受难州联合的圣餐礼拜。圣餐礼拜是暗时7点30分，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这礼拜呢是受难州牧师有备办受难州每一日的灵修，伫咧周报的第10页。今仔日来开始来分。后半年的形式咧，团契小组聚会的看排表，请咱各同工伫5月8号以前来完成来缴费来办公室。后主日是国外节的主日。第二，大楼管理委员会4月23号下晡3点，伫701教室来调开，请委员来参加。教会消息。相连团契4月份恢复聚会，疫情升悬仍然仍同款来暂停，请大家来大家讲。4月24号第3场的第一礼拜来颁发110年第一学期的历学金，名单咱请咱家己来看。主日2有一个京剧大挑战，背京剧大挑战的活动，咱请咱家己来看，请主日2的学生来踊跃来参加，才有 QR code 的报名的方式。第4月份要来开设线顶的查经班，内容为路加福音，配合王牧师，有系统一个传讲的信息，互咱每一个人都能来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为4月12号开始，每礼拜二早时10点到11点，礼拜四暗时，暗时有另外一个来方便咱上班族的来查课。讲书为陈美智姐妹希望咱成为上帝的囝儿，会当来更较侪的机会，会当来靠目追求认捌上帝。你若讲要参加的，会当请干事来奖励来加入这个团，加入这个群组，干事讲有一个牧神 Line 的群组内底。4月到6月，新安宫欢迎来办公室来领取。其他消息，赵美珠执事右脑的肿瘤已经平安手术完成，确认迄是肺部的肿瘤来转移，去继续为着伊来关心大道。本会刘锡鹏弟兄的
就是俊龙的爸爸已经叶好线的肿瘤已经手术的平安，请大家来代祷。本会福音朋友黄忠阿段姊妹，还有就是黄宝炎兄弟，黄宝炎兄弟的老母，4月13号上午要伫殡仪馆来个别省家人来关心代祷遗嘱。告解消息，中华商业部有举办国内零售旅游，请咱家己来看。全国的长职联谊会5月6号到7号，伫台南来举行。你若要报名，请咱简称指示来报名。合作社今仔日中午12点伫701教室，我来召开理监事会议。以上，请牧师来报告。来，大声咱来欢迎西顿教会牧师张仁和牧师以及狱中执事加慧文。慧文是咱教会的主题，所以咱欢迎因转来到咱中间。咱请狱中加慧文出来，互咱看一下吼。咱拍谱啊，欢迎因来伫咱中间。请咱持续为着西顿教会详细为着慧文甲狱中因这对新婚的家庭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咱，互因这个新婚的家庭真正冇上帝特别的祝福。慧文上是即摆嘛已经决定找到头路伫台中所以就是会继续伫台中遮来活动加出入。咱求上帝帮咱夫妻，互因所受培养的西顿教会，因伫这个教会受培养，上时也决定伫遮要开始工作以及生活。咱求上帝帮咱，互因伫家庭、伫教会生活、伫因的服侍甲工课内底，拢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咱持续为着因这对翁仔某来祈祷，上时我也要邀请咱持续为着西顿教会建堂来祈祷。西顿教会建堂，就阮过去拢做大专工作者的人拢知，西顿是洪家中青真出名，旧年拢伫这个所在受培养甲受祝福的所在。即时教会要重启，因为安尼，阮拢知影。也求上帝帮咱，继续祝福西顿教会伫未来因所要做学生福音事工的这项事工。因既然决心要做这项事工，所以因就将教会就选到应该爱做这个事工上适合的所在。所以咱持续为着这项教会来祈祷。上时这个教会的长老嘛是建筑师，所以迄个设计足特别的，以后若真正起好势，咱真正爱去来看一下，去来关心一下。这个教会真特别，因为因的主堂就放伫地下室，所以不管安怎，求上帝帮咱夫妻祝福，互张仁和牧师以及西顿教会，真正伫西顿地区，伫逢甲大学这个所在，真正带福音。互这个社区甲这个所在，好，咱多谢搁一遍多谢恁伫阮的中间搁一遍。第二项，我想第二项，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所以我要带咱大家小可看一下对第10页开始，互咱小可了解受难周的意义。请咱爱会记住，基督徒咧庆祝过活节。毋是咧庆祝迄个主日，因为主耶稣已经过活，所以后礼拜迄个过活节的主日，毋是咱庆祝的迄日尔，毋是哦。上时基督徒咧庆祝，就是咧行伫这个过活节的过程内底，其实伫基督教的传统内底，其实是40天。所以是对过活节的进程、受难周的进程40天，透过忏悔、默想、甲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来死伫十字架顶的期间，
咱透过这个期间，咱来思想咱甲主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亲像今仔日咱有看到头前李湘杰茶会，迄个樟树主日，迄个前40天，迄个方式是安怎？过去基督教会的方式是将这个樟树主日摆了，然后将这个樟树枝烧做灰，然后伫过年的明年的这个大灰撒灰节即天，就是这个咱讲的，就是圣灰。通常拢有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伫上尾，牧师就是神父会用迄个灰吼，就伫每一个信徒来做一个记号，做一个时间记号。咱知影，啥物会叫做基督徒，还是教会荣耀？基督徒长偌大，办的人数偌多，赛车偌好，就是咱要紧的是基督徒甲教会爱知影，是咱所做是毋是有下主心意？咱所行，咱的性命是毋是有荣光主的性命？这才是基督徒爱做的代志。基督徒甲教会爱思想的是，主怎样搁我伫我的性命内底？然后即天，毋是搁我在咧想这样代志，是咱会当透过一个期间，好好来想这件代志。我明年都会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无伫这个周间来举办祈祷会。因为这样传统，咱的教会会有灵修，会有祈祷，所以我有提供刷落去，咱也有看到下面这个逐工，咱会当读的圣经节，上是有简单的文字的描述。请咱会当逐工就照这来读圣经，然后看这个文字的描述，然后做家己伫这个过程的祈祷。我要邀请咱大家来会当，不管是伫现场，也是伫线顶，我要邀请咱就使用这个受难手的过程。要紧的毋是读我的迄个简单的描述尔，要紧的是读圣经。所以，请咱伫受难手的过程内底，一天一天拢读这个圣经，拄好有4位的圣经，咱会当照这个来读，然后来思想主甲咱的关系。愿咱会当有真正上帝的话，上帝灵，伊搁活伫咱的生命中，咱的家庭内底，咱的工作顶头，拢有上帝搁活的神。甲咱做伙伫地，这才是基督徒过搁活节要紧的意义。这是第2项，第3项要提醒咱大家，咱对7月份开始，咱的教会的聚会要改变，所以第2礼拜要刷来到9点，花语礼拜要刷来到10点。上时咱也要鼓励咱教会兄弟姊妹，请咱爱会记住。一礼拜的中间有一个规律，就是一场礼拜，一个小组还是一个团契，然后一个服侍。我要邀请咱假使啦，邀请到你，因为阮已经小会员几位，我甲团队部部长，阮有讨论过，所以阮会即时开始来邀请，会邀请你来成做小组长。然后小组长啦，邀请你讲，来阮的小组，甲阮做伙聚会，请咱老感动，就爱讲好，大家讲好无？好，好吼，老感动，现时老感动，你若知影人咧在邀请，你也讲安怎？讲好，好啦，不要紧啦，这袂当勉强的。总是我确实要邀请咱大家。
一礼拜内底，不只是来辅助会尔，要紧的是伫咱的教会内底真正领受到上帝的疼痛。像是咱嘛会当看头前李香姐所摆设的，这个知识其实就是这个大斋节期当中主要的色，所以咱若看顶头，就知影这个紫色，这是主要的色地。原咱伫受难周顶头，这外在的摆设，也是这个状态，其实是咧帮助咱记得，咱是迄个互主呼召要跟对主的人。愿上帝帮助咱伫这个过程内底去经验伊甲咱的关系。三个来上演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会将车起立。咱做伙来领受天顶的祝福，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荣光遍照恁，也用慈悲好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阿门。请坐。电乐灭倒。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